咿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福气来咧。刚大家看到一样片，係咪真嚇人呢？你知道講有青島嘅烈老米嘅結合喎，今日嚟到節目當中，很多神山曲場嗬，也嘅藝術總監嗬，佢真強、真厲害嗬。你實實來介紹佢吳宗良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深深劇場嘅吳宗良。哎呦，我聽講客家話哈，你客家話講到以後，唔講客家話講，你腔調冇乜嘅腔樣錯冇？我係從馬來西亞來的。啊，按你講法就有從馬來西亞嘅鄉親咧。有嗎？有。我馬來西亞來的啦。哦，你從細地馬來西亞台。那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沙巴。我們沙巴那邊都是客家人很多。客家話，對，我們去便利商店啊，都會講客家話。哦，咁唔知道，嗰邊客家話老台灣有腔樣冇？對，有啲唔同。你都講唔同。係有啲唔同。你們叫什麼？冇相同。冇相同。冇腔樣。哦。你講法有得唱廣東話呢？對，我們有時候廣東話又有客家話會。韓國有馬來西亞嘅話錯冇？馬來語有冇？馬來語，你會講馬來語嗎？會啊。用馬來語老大家講，大家好嗌係嘛啥呢？Saya dari Malaysia， apa kabar？Apa kabar？係大家好嗎？對，你好嗎？這樣子。當上次呢，朋友中間來到節目當中，一三年我按多種嘅樂器，按多種嘅語言哈，家講出來按多種嘅樂器，大家有看到冇？你見本人現場有按多嘅樂器，當然帶按多嘅東西來哈，人來到台灣有親戚關係，因為啲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咯。等一下，怎麼會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OK。一開始的時候，我是在馬來西亞念那個表演藝術，戲劇系這樣子。然後後來就畢業之後，然後想說，我老師就推薦我來台灣。來看啊哈。來這邊學習這樣子，大概說來學個東西，然後再回去馬來西亞發展這樣子。後來呢，我們就老師有推薦我來那個加入那個優人神鼓。你的嘛氣勢濃厚，超大鼓嘅。然後我們就來這邊面試，然後後來我就被錄取了。然後就待在優人神鼓，這是我一開始來台灣的一個開始。嗰當時當初剛剛看到樣片，1998年。1998年，深深劇場嘅成立。以前就來到台灣，就開始加入一個劇團啊，也係講一個優人神鼓嘅表演。嗰你有冇自己來成立深深劇場？你有冇成立深深劇場？為什麼成立深深劇場？對不對？其實因為一開始其實是我們從優人神鼓，離開後，然後出來，我們有幾個團員，然後就想說，我們想要做一個創作，很單純，然後就想說那我們要做創作，我們要申請一些補助嘛，然後就要跟政府申請錢可是那時候跟政府申請錢，你必須要是一個團體。我們為了要做這個創作，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劇團。嗰當時就叫做深深劇場。那時候叫深深演藝社。演藝社。然後就這樣開始了。那我們後來做了我們一個創團的作品叫《回聲》了之後，然後很多人看到覺得哇很棒，很鼓勵我們持續下去。做了回聲就很多的回響了。回響。然後然後這個團就一直陸陸續續的就一直發展下去。哇塞，跟那時開始叫做深深劇場啊。深深劇場，那時候叫深深演藝社。後來就變深深劇場。對，後來就變。為什麼會改名字？後來覺得說，因為社
可能有点社团的感觉，人家常会误会我们说，觉得不够正式，好像是说啊，你是哪一个社团的哪个社团？然后后来我们正式要给它运作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就剧场，生生剧场。大家还没吃到，懂神奇，为什么叫生？身体的身，声音的声。古时候按那个一个剧场，应该是跟我们的身体跟声音有关系吧？对，身体跟声音其实应该这么说，它是一个概念。就像我们人因为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沟通。所以当人一出生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就是用什么？对，身体跟声音来去传递他的需求、他的讯息，对不对？好，然后我在想说，因为我希望可以，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融入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在我们这个团，然后发挥他们自己的原创力。所以我要取生生，能够来去发展一些比较创意、很原创性的东西。古时候刚才看到样片啊，我们谈到。每一位舞台上的演员能演、能舞、能演奏、能唱歌，演乐舞合一。哇塞，很难呢，黑吗？其实应该不是难呐，应该是说表演。那表演其实涵盖了音乐、舞蹈、戏剧，只是在我们的那个表演艺术的教育里头，我们是把它拆开成音乐就音乐，舞蹈就舞蹈，专门的对，戏剧是戏剧。可是我觉得一个人他可以拥有音乐、舞蹈跟戏剧来表达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原有的元素，而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拆开，这样子？所以呢，加入我们这个团呢，很累，你要学演戏，然后又要学肢体，然后要学音乐，太好玩了，太有挑战跟突破。对，按你共戏来，我相信你们在 audition 团员的时候、甄选的时候，应该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展现他自己的原创性嘛。对，那当然，其实因为我们甄选演员非常难，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演员3个都通，对不对？很难。可是说我们会强调，从训练开始。从基础的课程培养他们。比如说今天进来的是一个打击乐很强的一个音乐系的或者是舞蹈的。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他很会演奏，可是他不会演戏。那我们就要加强他的演戏。哇！比如说他很会跳舞，可是他是节奏白痴，那我们就要等于说。就要学打击乐，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是非常多的。哇，好棒哦！讲到安呢先从带来按导的东西来说，先问大家来感受一下，因为其实你的出台有生生剧场之外，还特别成立一个大地乐器馆，对，里面收集了200多种的大地乐器对。好，故事我们大家感受一下应该说大地乐器馆就是来自大地，来自土地，来自我们可能是唾手可得的东西。本太卡感受呀，好吗？好啊。来，我们还有自己研发的哦。对，那我们要先介绍哪一个呢？这个好，这个呢很特别，这是弹簧。对，没错，这个是什么呢？弹簧，对不对？然后弹簧接到这个是什么呢？罐子。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太卡来弹课呢？你看，1、2、3。雷射枪，哇，啾！对。那这个很特别，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乐器，自己研发的。对。然后它是那个弹簧，很简单，它接到那个罐子，因为弹簧它是什么形状？螺旋。对，那声波声音的传导就是螺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它应该传导声音是最好的。然后传到这个呢，这个罐子的功能是什么呢？共鸣，没错，传递出去，然后要把声音扩散出来，就可以有这种声音。很好搞哦。对。太卡地方卡州的几个做案呢？弹簧乐器，只要有弹簧跟罐子就成功了。对。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在家自己做，就可以这样子对话，可以挂在那个家的门口。最近治安不是很好，对不对？然后小偷进来不小心，就该跑掉。安后告，过来，我看到这有一个雨滴管啊，对，还有这个是那个 rain stick， 对，这个是那个模仿祈雨棒，模仿下雨的声音。以前的人是拿来祈雨的啦，我们来听听看比如说我们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效果。哦，对。然后砰那个大雨的时候，大雨的时候，雷声就来了。对了，对。我们可以演个戏了。真的，像这个是雷声。对，这个是那个雷声筒。那其实它的跟那个奇雨棒制作的概念是一样的。这个在外面可以买得到。哦，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对。哎呀，各位乡亲啊，大家来，在这里堂的功法，这个是什么鼓？这个叫讲话鼓，来自非洲的。哦，讲话鼓，我这样拿对吗？对。这样拿，这样打。这样的，你要我教你吗？这样可以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要压一下啊，对，没错。当你压紧的时候 ，OK， 这样好了，我考验你了，紧紧松松，试试看。松松紧紧 ，OK， 紧松紧松。哇！今后个按你节奏就做得冲过了哦，哈。对。嘿，等下再来呢，你深深剧场，你钟良老师继续带本他个动神奇嘅内容哦。看到咧，样片实在很精彩哦！你看到真嘅，又会跳舞，又会演奏乐器，又会做动作的表情，动有喜感有冇？今日安尼来好好认识深深剧场哦。头前呢，安尼俩钟良老师，刚刚有帮大家介绍这个按斗跟乐器哈，它就是深深剧场其中一环大地乐器馆嘛。对，其实这些也是我们平常在创作、在使用的乐器。那我们舞台上演出就爱按呢。对，然后我们就会等于说一个乐器馆就是做推广，让很多人对这种乐器比较不熟悉，他可以有一个时间来这边欣赏。哦，刚才你看到这个影片里面呢，给人都在大水之中。对。哇，本太敢感受一下，他们舞动的那些不是故意泼水，是真的流汗，对不对？湿透了衣裳，安内啊。对。哦，怎么会有安内在大水之中？啊，这个作品其实是很背后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有没有？你讲看啊。会有这个作品呢，那是因为呢，我们搬到去一个竹围工作室，在淡水那里，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很棒。然后离捷运站大概走路也才大概8分钟而已。有去过哈。然后那个地方呢，又接近很大自然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搬到那里去了，然后我们也成立了我们乐器馆了。那结果我们遇到了台风，糟糕了，会淹水。对，没想到，我们自己也没想到，然后就淹水超过膝盖。哇塞！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团员呢。然后因为其实是很危险的，好，然后像有那个救生艇都进来，叫我们跟照，叫我们要救之类的，对。然后呢，可是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团员呢，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为了抢救了我们的乐器，还有我们演出的道具。那个时候就大家就想尽办法，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抢救了。因为实在也没地方可以放，水太大了。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看着团员们排着一条龙，一个人这样子，因为我们就
就等于说就拿一个盆，就把水泼出去，因为我们可以泼到去其他的比较应该是说比较高的地方，好泼，然后就一直想尽办法等雨停，它慢慢流出去，不然的话会淹越高越高这样子。所以就那个时候呢，过后那个风灾淹水，然后我们就想说，想要做一个作品叫《在大水之中》。哇，其实呢，谈起来这个你们有一种革命的情感哎。其实，对，其实我反而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某一个团员啊，就觉得说，看到一个景象，就是那种勇气，那种大抢救已经不管。其实那时候我是很紧张的，不顾自己的安全，对，就是跟他拼了，对不对？要赶快把我们的这个是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宝贝，对不对？所以就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水之中。那大水之中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改编布农族传说的一个故事，洪水的故事。可是我们里面又融入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表演的一些元素在里头。哦，对，你们在这个国际上演出哈，受到很好的回馈，对不对？对，你知道吗？大家很喜欢。虽然它是一个淹水哈，等于说把我们弄得很惨，可是呢，这个我们那么多作品哈，我们唯一一个作品演了100多场，就是大水之中。哎，我刚刚看个样片哈，影片里面非常的热闹，动脑旁，然后人员也很多，然后大家的肢体等等哈，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这一部戏其实大人小孩，我觉得看了应该都会很喜欢。对啊，它其实是一个蛮适合亲子来欣赏的，因为里头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其实也是在表达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种精神呐，就是就讲一个村落淹水了啊，然后呢老的哦，受伤的啊，有小孩的有小孩的，然后有没有人自告奋勇哈，可以来去啊解决这个大水的问题啊，就有一个年轻人说啊，我愿意啊，所以这个过程他出去解决这个大水问题的时候，就在表达他的那个勇气跟他的那个为了村落的那个抢救的精神这样子。哇，很感动哦。其实深深有青岛给冲走，你们的演出很吸引人，还有个无所不及的演出，差不多啊，对，因为我们都要学打击乐嘛，对，然后所以无所不及就是我们就是随手可得。生活的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乐器。乐器就是发出嗓音，要有声音，有节奏。对，比如说筒子啊，然后锅碗瓢盆啊，都可以把它变成乐器。所以我们有这个叫无所不及，目前非常受欢迎，很多那种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无所不及，我们也可以无所不及。对，包括身体的乐器也可以。嘿，就身体也可以发出声音，真的。那比如说，安利要他来搞，要试试看，搞太搞，或一起来玩。好，不然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好了，节奏游戏，身体打击 ，OK？ 身体打击。那我们有2个节奏，然后你来打一个节奏，我来打另外一个节奏。好 ，OK。第一个节奏是这样子，你试试看，然后这样子，持续哦，不要变哦。扰乱哦！5、6、7、8，停！哇，好厉害哦！很好搞哦。其实你知道，其实光是我们赤手空拳就可以发出很多声音了。然后声音太言互通，这样也很好哎。我发觉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喜欢跟孩子一起参加很多的活动。对。那很多的老师也喜欢透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拉近距离，甚至让孩子感受一下刚所谓的节奏感、声响的改变。好玩。所以老师，你们有这样子教很多的课程吗？有啊。其实我刚才有讲嘛，深其实就演乐舞嘛，可是，在我们的表演里头的那个教育比较把它拆开嘛。其实我还有一部分除了创作以外，就是在教学上面，我也希望能够去带动很多，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到他也可以用他的声音音乐来说故事，也可以用他肢体，也可以透过戏剧的方式。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推广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乐器馆
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也可以大家去体验，也可以去学习就对了。对。哦，好好玩哦。其实大家看到深深剧场现在有很棒的成绩啦哈，也是20年了哈。对，再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真给我简单，因为要坚持下来，所以你没有回去马来西亚就对了。对呀。继续留下来那边哈。对。其实你都一开始来到台湾成立深深演艺社，再到深深剧场，大家的嘛当中非常辛苦，光是找这个场地啊，你们的工作室就真的一波好几折哎。对，因为场地是一个最困难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创团的时候，我们就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件傻事，就是因为创团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收入，那我们就在新店租了一个厂房，60平，很大，对，60平，然后2层大概120平，那很不错耶。对啊，那个时候才3万块，不过在那个时候是蛮贵的啦，3万块，然后我们就租了1个月，然后后来我们就付不下去，就没有钱付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跪求那个房东，把押金退回给我们这样子。不过他还蛮好的，退一半给我们。然后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想到都要掉眼泪，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乐器，那时候我们还租不起货车，载到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骑摩托车扛着大鼓，那快跌倒，半夜的时候，因为你白天的话可能会被警察抓，而且比较危险，车比较多。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这些乐器我们搬了大概2天，哇塞，就这样子，然后搬到去一个一般的公寓，比较小一点，才20平，包含我自己住也在里面，一个布拉起来，布一打开就是我们排练的，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撑了大概有6、7年。哇，没简单，所以能够要当总监，就是所有的他都要兼了，所有的都要扛了哈。不过做的行都紧不硬按的哈，就是坚持下来，你回首点点滴滴都觉得蛮甘甜的。对，我觉得转苦变为甜。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坚持啦，坚持，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想到就做这样子。安尼当好，坚持下去，梦想就会实现了。等下转来呢，安尼继续来欣赏安尼深深剧场要带本大家嘅惊喜哦。
希望嘅叶感呢做得染出啊，真的是七彩的颜色哈，不然你的想法喊啊发跳，喊啊七色，喊啊神奇哦。刚刚大家看到呢，就是深深剧场他们的希望之翼哦。总监，那刚刚看到你希望之翼，觉得自己都要起飞了。对，我想象不管是鸭的也好，蝴蝶也讲雕也好，其实我们也有翅膀，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打开翅膀。对，希望之翼就是像我这种没希望的人要做的。哎，有没有那个你总有年轻啊？哦，希望之翼其实是一个我们想要尝试一个户外环境剧场的概念。因为很多人邀请我们户外的表演，那我觉得说，有时候只是在舞台上，我觉得比较不够，有时候可以在不同的，像我们的高跷就从四面八方进来。有，你看这个照片，那本来想讲哈，我们要去参加安尼 audition 哈，那看到安尼高跷。啊，还没法度，我不会踩高跷，真的很厉害。啊，你可以演一演，他们都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对，而且这个你，如果你还没有到非常顺的话，我们是不会让这个演员上去，因为会有危险性。超。对啊，这个一掉下来，你的不得了哈。会手腕会，像我本身手腕就是那个叫什么韧带断掉，就是因为踩高跷。哇塞。对啊，所以我现在不敢踩。对，都很有危险性。故说安尼一个制作是特别希望透过与好像观众更接近，对，不会受到场域的限制。对，就是你看表演，你不一定是说只是看舞台上，有时候身边就是有，他就出来了，演员就在你身边的这样子。好多的惊喜哦。对啊，我们希望之翼这个作品其实是蛮有趣的。我们北中南巡回，都到那种大的户外空间演出。哇！然后我们有一段就拿一个希望之，我们叫一颗蛋，然后里面有放一个小的那个叫什么，像纸飞机的做了一个像翅膀一样。然后我们就拿一颗蛋，去问每个观众啊，有没有哪一位想要说出自己的希望？那时候太感人了，好棒！那个画面实在太感人，因为每一个人说出这个希望都就很特别。有些人说啊我希望我爸妈每天不要吵架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声。这就是说，透过演出，让观众已经忘记他在看表演，他就融入在我们的情境里头。其实无论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像刚刚总监讲的，我们不管是演戏啊、冲狗妹或跳舞妹，它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它是一种对话。对。有你讲呢，小小的行动，它就可以改变世界。对，所以深深剧场也可以改变世界。不然。但是这是一个目标的。对，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做的就是透过艺术，然后把欢乐或者把一些感动带给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的地方。总监，你刚刚谈讲法，你说你是没有希望的人，可是您其实心肝都有青头可以想法，希望把你的想法实现。那很辛苦啊，因为要做剧场，他感觉第一就是说，可能我买钱啦哈，各位你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心力，再来你要如何 hold 住经营一个团队。对，这个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像我的角色更辛苦，就是不能讲更辛苦啦，就是因为你是总监，所有的东西更压力，就是说像跟着我10几年的一些团员，到今天。还跟我说，我爸妈叫我要离开这个团。这么难呢？因为现在做得很好啊。没有啊，因为他收入不稳定啊。而且就是说你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你的收入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其实父母亲就非常担心。超。那我的压力很大。对啊，所以就是觉得说，可是这些团员就一直在坚持下去，所以我的压力在于说，我怎么让他们爸妈也很放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们过得很好。做表演不容易啦，你光每次都一点型给时间，它就可以刺激创作。那个创作有时候就会蹦出一个很灿烂的火花，可能没隐蔽暗呢。所以有人说，你越是辛苦的时候，你可能能够写出更甜美的歌嘛，就按哪个意思嘛哈。但是总监中外泰嘎就会讲，算了，我不想做了，你却可以坚持，坚持了20年，嘛跟演绎。就是不懂吧。所谓不懂，就是说不知道，可能跟个性啦。
对，我会就是说我会觉得，如果我放弃了，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哦，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念头，只要我放弃，我去做别的工作，我就完全了无生趣，对，我就失去了我自己了。哦，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我不敢放，不是我不愿意放，我不敢放。哎，对，因为我怕我失去自己。哇塞，这样子。所以深深剧场供起来，算是你的精神的依靠。对，对。哇，可能我也没有尝试过放啦，也许放一放，也。搞不好也没有那么难。不要啦，你等会看深深剧场做个表演啊。那家人是不是很支持你？会不会有说啊，总了，我会走了啊？有支持你吗？一开始当然不支持啊。哦。不过我都到这个年纪了，他们不支持也没办法了，这样子。可是富卡，你家人都在马来西亚吗？他们都在马来西亚。就你13年來到台灣。係13年來到台灣。哎呦，按久嘅時間冇改變呢。20年。哎呀，沒有，23年。前3年你在幼兒神谷嘛，還有來張有深深演藝社有深深劇場嘛，哈。真嘅冇艱難，故說台灣真的是你天一個故鄉誒，是你的家了。是的。好，各位呀哈，我哋講深深劇場現在有6位伙伴都坚持，就是你们一起打拼，不管上刀山下油锅，这6个人全部投用他。对，没错。哦，那有没有话要特别对他们说？啊，这个，就是很感谢啦，就是说，可能无法用只是感谢的这句话啦，就是说在深深，尤其是跟了我10几年的团员，他们就是违背他们父母亲的这个那的，就是说，等于是这很难讲，不眠不休，对，任劳任怨，因为很多的画面就是真的是不能讲感谢，就是觉得说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能够让他们过得很好，然后可以让他们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这样很像母鸡，母鸡你的小鸡会很好的，真给。对，那就是感谢你们支持我，陪伴我，然后我也会陪伴大家，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个目标。哇，好棒哦！真给，在这里我也要恭喜总监，因为呢，深深剧场给的成立了淡水小剧场，对不对？哇，新的一年又有新的开始呢。董太太给谁为哈？这个也是我们做的第2件傻事，就是我们在淡水老街然后成立了一个深深淡水小剧场，以表演为主的自己的空间。哇塞，自己的空间太感堂懂吗？这真是一个突破。以后来看深深的表演，就是要到那里看。耶，这样子，等于说我们那边以前我们要表演，我们就要租场地嘛，还有灯光啊、音响啊，那这些呢，全部都已经等于说我们就建构出一个剧场。对。所以等于说我们在那里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哇！而且呢，既然讲到一款表演3月17号就有表演同大家介绍。对，那3月17号呢，这个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淡水小剧场呢，打造一个定目剧的开始。哦。对，我们要做一个作品叫《狂打》。狂打。以打击乐。狂打不是这个狂打，是狂打。以打击乐为主的一个表演。对，然后呢，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地的乐器的一个呈现，然后想推动一个定目剧的概念。太棒了！3月17号是一个开始，一直要考一次啊哈，所以大家上网可以搜寻深深剧场啊，还有淡水小剧场，就做得可以到青岛跟细节嘞哈。没错。韩国共同乐器啊，他有看到给你带来的，还有这个也是乐器。对，没错。是马的下颚跟牙齿。对，没错。好，到底怎么用呢？他搞做在来到大地乐器馆。韩国，你如果来看表演，你可能就做在可能到哦。所以淡水小剧场，东期泰3月17号。第一幕戏跟大家见面了，今日真的非常欢喜，谈到总监的分享，继续坚持，继续做好戏，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好吗？好，谢谢，谢谢总监，安之 C。
哇，今日非常嘅精彩，无论是用你嘅生命，要用你嘅身体发出任何嘅声，也系个展翅朝向你的梦想之路哦，都同大家大家共下来支持深深剧场哦。今日感谢所有朋友嘅收看，你下继续听咱线上来做运动了哦。